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这个进口卵的风波也未煞。国防部长邱国正日前来表示，国军所食的卵拢是国产卵，但是去互议员甲吐槽，议员讲国军副食品的供应站有部分的卵是来自台农卵品公司。 再加上这个台农，还佫有425万粒的巴西进口卵，到底是流向倒位，还交代未清楚，所以合理来怀疑国军是毋是已经把部分的巴西卵食落不倒底了。国防部是来回回讲，台农若是无照合约，就会要求停止供应。后续若确认有违反相关的法规，会卖请这个农业部来撤销台农的供应权。 我们的鸡蛋一定要从台澎金马自己来产的。伫礼拜五，国防部长甲外界宣布，国军拢食国产卵，想要到雪口边台野料可能食到巴西卵。北市议员刘彩辉就伫咧面册顶讲，国军的鸡卵供应商大户是土万财，根据鸡卵的来源，提供的单位有丰盛、丰德、新兴良三间牧场，卵的来源就是台农、老党、土万财，所以就防这期可能将巴西卵卖给国军。给邱国正部长一个震撼教育啊！毕竟国军的食安是不能开玩笑的，连小小的一颗鸡蛋 的错误也不能接受。巴西蛋不要刻意去把它污名化啦，只要是它是新鲜的啊，它是在校期里面的，它当然本来就是可以吃。国军若是无食到进口鸡卵，可是无照合约，毋过上大影响，嘛是伫咧土万财伫咧小林雪峰开6场罚单，罚金就要1130万，所来嘛是共款无交代425万粒鸡卵的流向，即马就向野料讲，国军可能食到巴西鸡卵。 涂姓负责人所辖的3家牧场有违反卫生法规标准的问题，国防部已经严拟依照协议书要求停止供应。那么后续也会依照检调的一个调查结果，那么依照合约来去做后续的处理，来确维官兵的权益。进口鸡卵的刷尾风波嘛是继续伫咧看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